其實我係成 team 最細嗰個，但係啲同事成日都搞笑叫我 Net 姐。我係 Natalie，同強積金同年出世，啱啱25歲嘅職場新手。雖然喺公司仲係算好 June， 但係我覺得經驗要靠時間慢慢累積，一邊做一邊學，時間就係我最強嘅資本。我覺得好難代表晒所有人嘅，我哋會有人拍片做 KOL 啦，有人創業，亦都有 Slasher 做唔同嘅嘢。我覺得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。我啲朋友話我係一個典型嘅 J 人，因為我去旅行都會習慣有 plan 啦。咁我自己習慣唔係有需要先準備，而係一早 plan 定下一步。由細到大都聽人講，越早投資越有優勢。雖然我未必好叻投資，但係 MPF 會係一個唔使諗太多都可以開始嘅方法。好似大學嗰時 intern 咁，第一份 MPF 嗰陣都唔覺，但係而家睇返，原來呢段時間都賺咗啲錢。原來早啲投資真係會有優勢。可能係其中一個人生階段。而家身邊嘅人都會開始有朋友話買樓啊、生仔啊、結婚嗰啲，好似大家都開始進入唔同嘅人生階段。雖然呢啲我都冇諗過，但係又會開始覺得有啲壓力咁。話唔定到時退休都會有呢個感覺，但我更加唔想到時因為冇儲錢而好大壓力。呢種感覺都幾無助。冇人知未來係點樣嘅，所以我覺得趁而家後生，每個月1500蚊或者再供多少少強積金都算輕鬆，當係儲錢。我係 Natalie，一個嘗試由初級大人變成高級大人嘅 Gen Z。